準備自己練習呼吸空間嘅時候，可以感受一下此時此刻有意㗎，無論你係坐喺度或者企喺度，都可以讓身體進入一個垂直莊嚴嘅姿勢，讓呢個姿勢嘅轉變提醒自己從不知不覺自動導航嘅狀態回到當下。如果覺得合適嘅話，可以合埋眼，又或者如果你鍾意，亦都可以微微張開雙眼望住地下。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呼吸空間第一步，留心一下呢一刻身心嘅狀態，腦海裏邊有啲咩念頭飄過呢？盡可能留意到念頭只係心嘅活動，甚至可以用言語去描寫一下佢。而家有啲咩情緒喺度嘅呢？留心一下，如果有任何不快嘅情緒，可以轉向面對佢哋，認知佢哋。而家身體嘅感覺又係點嘅呢？可能可以由頭到腳掃描一次，感受一下有冇任何掹緊、收縮嘅感覺。而家進入第二步，溫柔嘅慢慢將注意力轉移到腹部，感受下腹部呼吸嘅感覺。感受下腹部吸入嘅時候脹起，呼出嘅時候落返去嘅感覺。盡可能跟隨住呼吸，全程嘅進入身體，全程嘅離開身體。而如果個心游走咗，亦都可以好溫柔㗎將佢帶返嚟呼吸嗰度。而家第三個步驟，可以容讓注意力從呼吸擴展開去，包括埋整個身體嘅感覺，包括埋身體嘅姿勢、面部嘅表情，整個身體當下嘅感覺。如果你感受到身體有任何唔舒服、拉緊、抗拒嘅感覺，亦都可以試下溫柔㗎，每一次吸入，將氣息送到去身體呢個地方。而呼氣嘅時候，又可以從呢個地方呼返出嚟。每一次呼氣嘅時候，可能可以讓身體更加放軟、放開。而家盡可能將呢個擴展咗嘅寬闊嘅覺察力帶到去你今日每一刻。而家我哋先喺地板上邊鋪一塊墊褥或者一塊席，免得地板太硬，使你瞓低嘅時候覺得唔舒服。而家用背脊慢慢躺下嚟，揾一個舒服嘅位置，俾身體安定落嚟。雙腳平放，分開，雙手垂直喺身體兩旁。
如果舒服嘅話，可以俾手掌心向住天花板，慢慢留心呼吸，留心腹部，吸氣嘅時候腹部膨脹，呼氣嘅時候腹部收縮，就好似你腹部有個小氣球，而佢自然咁輕輕膨脹收縮，唔需要你用力㗎。慢慢合上眼睛，每次呼氣嘅時候，俾身體更加墜落去脊上面，俾肌肉放開，俾緊張嘅感覺離開身體。每次吸氣嘅時候，可以感覺到正在吸入新鮮嘅能量同埋動力。而家當我哋吸一口氣嘅時候，慢慢有意咁舉起雙手，一直越過頭頂，再放落地面。當手觸及地面嘅時候，可以伸直雙腳，等整個身體拉長，一面伸向手指尖，一面伸向腳踭，唔需要太用力，只係感受一下整個身體伸展，由手指尖到手腕到手踭到腋下到膊頭、胸部，全身嘅關節都喺度伸展。然後呼出口氣嘅時候，俾雙手慢慢有意咁翻去原來嘅位置，一直感受下雙手移動時候嘅感覺，甚至可以合埋眼感受一下雙臂慢慢接觸到地板嘅感覺，感受一下肌肉放鬆，俾地板承托整個身體。又將注意力再次集中喺腹部，呼吸，一吸一呼。而家等我哋將雙腳彎曲，腳板平放喺地面，雙腳距離大約1尺，膝頭向天花板，雙手依然放鬆喺身體兩旁。我哋嘗試做一個搖擺盤骨嘅動作。首先，將腰部壓落地面，你會留意到，當腰部壓落地面嘅時候，盤骨嘅下半部會微微升起，離開地板。然後試下腰部放鬆，使到你嘅背脊同地板之間有個空間。而你會留意到，當你咁做嘅時候，盤骨嘅下半部又會慢慢落翻嚟。而家重複呢個動作，呼氣，將腰部壓落地板，俾盤骨下半部微微升起。吸氣，放鬆腰部，俾盤骨嘅下半部落翻嚟。繼續呢個動作，呼氣，腰部壓落地板，吸氣，放鬆腰部，俾盤骨下部落翻嚟。用你自己嘅速度繼續做呢個動作。當你繼續以呢個速度去做呢個動作嘅時候，留心你嘅膊頭同埋手臂都係放鬆㗎，而只有你嘅腰部同埋背脊係喺度運動。你可以嘗試以唔同嘅速度去做呢個動作，有時快啲，有時慢啲，感受一下腰部壓落地板，盤骨升起，
放鬆腰部盤骨落嚟，其中快慢嘅時候有咩嘢唔同嘅感覺？而家俾身體慢慢靜止落嚟。而家將兩個膝頭拉近到胸前，雙手抱住小腿，身體由一邊擺動到去另外一面，好似想幫你嘅背脊兩面按摩一下咁，俾你嘅背脊話俾你聽點樣擺動先至最舒服，或者微微放鬆膝頭，等佢可以打個圓圈，先向一個方向，然後又向另一個方向打圓圈，然後俾身體慢慢靜止落嚟，放開兩個膝頭，俾雙腳平放喺地上邊，俾左膝頭拉近到胸前，伸直右腳，雙手環抱住左膝頭，將左腳前後移動，左右搖動，感受一下盤骨關節嘅感覺。然後將左腳平放喺地上邊，將右膝頭拉近到胸前，伸直左腳，雙手環抱右膝頭，留心將右腳前後搖動，左右搖動，感覺一下盤骨關節嘅感覺。留心保持呼吸暢順，吸入呼出，然後慢慢將右腳靜止落嚟，將右腳平放喺地上邊，瞓喺度留心呼吸，吸氣腹部膨脹，呼氣腹部收縮。而家用任何你覺得合適嘅方法，慢慢移動到去一個跪喺度嘅姿勢，慢慢有意咁用心咁移動到雙手雙腳下行嘅姿勢，用雙手雙腳支持身體嘅重量，留心喐動嘅時候，身體唔同嘅肌肉喐動嘅感覺。留心伸直你嘅手腳，你就好似一張台咁，而你嘅背脊就係台面，你嘅四肢就係台腳。留心你係一張堅固穩陣嘅台。首先，我哋呼氣，將背脊拱起，而同時垂低頭，俾下巴接近胸部。然後吸氣，放鬆背脊，抬起頭，記得背脊活動多少先至合適，全視乎你嘅情況，唔好勉強。再一次呼氣嘅時候，俾背脊拱起，垂低頭，然後吸氣，放鬆背脊，抬起頭，記住手腳要保持穩妥不動。再一次呼氣嘅時候，拱起背脊，垂低頭。吸氣嘅時候，放鬆背脊，抬起頭。
留心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腹部肌肉嘅感覺。再次呼氣，拱起背脊，腹部肌肉拉起。吸氣，放鬆背脊，抬起頭。再次呼氣，拱起背脊。今次當你吸氣嘅時候，俾背脊放平，向後伸直右腳，用手同埋左膝頭平衡。當你平衡好之後，左手向前伸直，感覺一下身體找尋平衡嘅感覺。然後慢慢將手同埋膝頭放返落嚟，再次呼氣，拱起背脊，吸氣，俾背脊放平。而家伸直左腳同埋右手，用左手同右膝頭平衡，感覺下身體喺呢個姿勢中找尋平衡。慢慢將右手同左腳放返落嚟，呼氣，拱起背脊，吸氣，俾背脊平放，然後慢慢伸出右腳同左手，感受找尋平衡嘅感覺。當你覺得合適嘅時候，可以放低手同埋膝頭，呼氣，拱起背脊，吸氣，俾背脊平放，伸出左腳同埋右手，留心身體找尋平衡時候嘅感覺，身體係點樣適應㗎？當你覺得合適嘅時候，放低手同埋膝頭。而家將臀部拉後接近腳踭，將頭貼喺地上邊，俾身體休息，就好似細佬哥休息嘅時候一樣。你可以將手放喺身體旁邊，掌心向上，俾自己喺呢個姿勢中安靜落嚟，休息一下，放鬆背脊，休息。而家慢慢用心咁由呢個小孩子休息嘅姿勢轉到去用背脊躺落嚟嘅仰臥嘅姿勢，留心喺心中升起呢個意願，然後慢慢由呢個姿勢移動到去用背脊瞓落嚟仰臥嘅姿勢，慢慢留心身體移動嘅時候肌肉嘅感覺。而家慢慢躺落嚟，雙手放喺身體兩旁，雙腳平放分開，感受一下身體做完呢啲動作之後嘅感覺。留心呼吸，一吸一呼。而家將雙腳分開，好似臀部咁寬闊，屈曲雙腳，膝頭向住天花板，雙手喺身體旁邊。我哋會做橋嘅姿勢，將腹部慢慢提高，向住天花板，就好似喺腹部中間有一條線，將你拉向天花板。當你咁做嘅時候，你會留意到身體嘅重量壓咗喺兩個膊頭
頸同埋頭嘅後邊，俾腹部盡量提高。當你靜止咗喺呢個姿勢嘅時候，留心呼吸，吸入，呼出。當你睇住自己嘅身體，你甚至可能見到吸入嘅時候，腹部升起，呼出嘅時候，腹部落返嚟。時時記住，留心接受自己嘅局限。當你覺得要停止做呢個動作，就停止啦，無需要跟住光碟嘅節奏。而家慢慢將背脊放返落到地面嗰度，感覺到每一節關節慢慢落嚟嗰種感覺。當背部觸及地面嘅時候，覺察身體放開嘅感覺，身體平躺喺呢一度，覺察做完呢個姿勢之後，身體有咩感覺嘅？我哋再做一次橋嘅姿勢，將腹部提高向天花板，就好似腹部中間有一條線將你拉上向天花板一樣。當你做嘅時候，你會留意到身體嘅重量壓咗喺兩個膊頭、頸同埋頭嘅後邊，俾腹部盡量提高。當你靜止咗喺呢個姿勢嘅時候，留心呼吸，吸入，呼出。當你望住你嘅身體，你甚至可能睇到吸氣嘅時候腹部升起，呼氣嘅時候腹部落返嚟。而家慢慢將背脊放返落地面嗰度，感覺一下每一節關節慢慢落嚟嘅感覺。當背部觸及地面嘅時候，覺察一下身體放開嘅感覺。身體躺喺度，覺察一下做完呢啲姿勢之後，身體有咩感覺㗎？而家將雙手放喺頭後邊，手踭向外，將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左邊少少。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右邊，嘗試兩個膊頭貼住地板，俾呼吸保持暢順，讓自己放鬆，好柔軟咁保持住呢一個姿勢，讓呼吸保持暢順，一吸一呼，俾身體更加放開放軟。而家慢慢俾兩個膝頭返去中間，雙腳踏住地板，俾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去右邊少少。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左邊，兩個膊頭依然貼住地板。吸入，呼出，放開放軟，俾身體柔軟咁保持喺呢個姿勢嗰度，繼續吸入，呼出，俾身體更加放開，保持喺呢個姿勢嗰度。而家俾兩個膝頭去返中間，雙腳踏住地板，俾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去左邊少少。
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右邊，擺得幾多都唔緊要，盡量向地板沉落去。吸入，呼出，放開，放遠，繼續吸入，呼出。而家俾兩個膝頭又翻返去中間，雙腳依然踏住地板。今次將臀部略略提高，移到去右邊少少。吸氣，將兩個膝頭擺向左邊，沉落地板，沉落得幾多都唔緊要，探索自己呢一刻嘅局限。吸入，呼出，放開，俾自己柔軟咁保持住呢個姿勢，繼續一吸一呼，呼出嘅時候俾身體更加放開。而家俾兩個膝頭翻返去中間，雙手放喺身嘅兩旁，感覺一下身體而家嘅感覺，留心身體而家嘅狀況係點嘅。而家伸直右腳，吸氣，嘗試將右腳提高向天花板，可以提高幾多都唔重要，只係留心一下提高右腳嘅感覺係點㗎？將腳提高到佢可以提高嘅地方，當腳停喺空中嘅時候，嘗試轉動下，打個圈，喺腳拗嗰度慢慢打個圈，覺察一下腳拗、小腿運動嘅時候嘅感覺係點㗎？然後向另一個方向亦都打個圈，然後慢慢將腳板向前，板向後，留心一下做呢個動作嘅時候，邊啲肌肉喺度活動緊，然後慢慢放低右腳，唔需要心急，慢慢感受一下右腳落嚟嘅感覺。當右腳觸及地板嘅時候，留心嗰種放開放下嘅感覺。而家伸直左腳，右腳彎曲，腳板踏住地面，右膝頭向住天花板。吸氣，嘗試俾左腳提高，當左腳停喺空中嘅時候，記住俾呼吸保持暢順，然後俾左腳踭打圈，首先向住一個方向，然後向另外一個方向，然後將腳板向前，然後板向後，感覺下邊啲肌肉喺度運動緊，你留心到啲咩感覺？然後慢慢放低左腳，留心慢慢放低嘅時候嗰種感覺係點㗎？當左腳觸及地板嘅時候，留心下嗰種放開放下嘅感覺又係點㗎？然後伸直右腳，轉側到右邊，用右手托住頭，左手掌放喺身前嘅地上面。而家嘗試提高左腳，雙膝伸直，一面吸氣，一面提高左腳，
當腳停喺空中嘅時候，保持呼吸暢順。你可以隨意移動下左腳，你可以感受一下大腿肌肉嘅感覺，感受一下肌肉支持住左腳喺空中嘅感覺。然後慢慢放低左腳。而家再次提高左腳，記住雙膝伸直，一面吸氣，一面提高左腳。提高得幾多都唔緊要，只係探索呢一刻嘅局限。當腳停喺空中嘅時候，保持呼吸暢順，一吸一呼，將腳板同埋腳踭板向自己，感受一下髖關節同大腿嘅肌肉而家轉動嘅感覺，然後又將腳板同埋腳踭板向相反嘅方向，感受一下大腿、小腿肌肉而家嘅感覺，感受一下肌肉支持住左腳喺空中做呢啲動作嘅時候嘅感覺，然後慢慢放低左腳。而家轉到去你嘅左邊，用左手托住頭，右手掌放喺身前嘅地上邊，吸氣提高右腳。當右腳停喺空中嘅時候，保持呼吸暢順，隨意移動一下右腳，感覺一下活動時候右腳肌肉嘅感覺係點㗎？感覺一下右腳而家懸喺半空中嘅感覺係點㗎？如果你喜歡，你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再將佢提高少少啫，睇下得唔得？然後慢慢放低右腳。而家再次提高右腳。當右腳停喺空中嘅時候，保持呼吸暢順，將右腳嘅腳板同埋腳拗板向自己，感受一下髖關節同大腿嘅肌肉轉動嘅感覺，然後又將腳板同腳拗板向相反嘅方向，感受一下活動嘅時候大腿、小腿肌肉嘅感覺，感受一下右腳懸喺半空中做呢啲動作嘅時候有咩感覺㗎？甚至睇下你可唔可以再將佢提高多少少，然後慢慢放低右腳。而家慢慢用心咁轉側瞓返落嚟，腹部貼住地板，雙腳分開，雙手喺身旁。如果可以嘅話，手掌心向上，頭轉向一面，面頰貼住地板，完全放開，由頭到腳，留心全身任何嘅感覺。如果有緊張嘅感覺，都可以俾佢放開，將注意力帶到去腳，一路上到去腹部、胸部、手，上到膊頭、頸、頭部，完全放開一切，保持呼吸暢順，吸入、呼出，暢通無礙。
家將下巴貼住地面，雙手喺身旁，腹部貼住地面，提高右腳，提高到你可以提高嘅程度。記住唔好勉強，只係探索呢一刻嘅局限。右腳喺你身後提高，腹部貼住地面，下巴貼住地面，感覺一下右腳而家嘅感覺，然後慢慢放低右腳。當右腳落到地面嘅時候，覺察一下放開放下嘅感覺，背部嘅肌肉可以放鬆，呼吸暢通無礙。而家一面吸氣，一面慢慢提高左腳，記住腹部繼續貼住地面，你或者想再移動一下左腳，提高多一啲。如果你覺得肌肉開始掹緊，或者係開始有啲顫抖，可以放遠一啲，同呢啲肌肉喺埋一齊，等佢保持喺空中，吸入，呼出。感受一下左腳喺空中嘅感覺，然後慢慢放低左腳。當左腳落到地面嘅時候，俾頭轉向一面，面頰貼住地板。又一次放開一切，感受下整個身體嘅感覺。感受下做完剛才嘅姿勢，而家身體有咩感覺嘅？而家俾雙手依然喺身旁，雙腳拍埋一齊，俾下巴貼住地面，慢慢抬起頭，抬起上半身，盡量俾上半身抬起，但係唔好勉強，只係探索呢一刻嘅局限，俾呼吸保持暢順。係啦，然後慢慢放低上半身。當身體落到地面嘅時候，將頭轉向另一面，面頰貼住地板。再一次完全放開一切，俾呼吸保持暢順，吸入，呼出。而家將手放喺膊頭旁邊嘅地板上邊，手心向下，手踭喺地面嗰度，再次抬起頭，慢慢提高身體。當你嘅背部肌肉再唔能夠支持你將上半身提得更加高嘅時候，你可以輕輕用手同埋前臂嘅力，幫你再稍稍提高上半身。記住唔好勉強，只係探索呢一刻嘅局限。吸氣，呼氣，感受下喺呢個姿勢裏邊，背脊嘅肌肉支持住你，而雙腳係可以放鬆噶。係啦，然後慢慢放低身體。當你慢慢落嚟嘅時候，首先下巴，然後額頭觸及地面，感覺一下頸部後邊嘅肌肉伸展嘅感覺，然後再次俾頭轉向未轉向過嘅一面，休息，完全放開一切，感受身體嘅感覺。
感受下背脊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嘅感覺。然後喺心裏邊生起反轉身體嘅意願，慢慢反轉身，仰臥，讓背脊躺喺地板上邊。留心當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邊啲肌肉喺度活動緊，細心觀察每一個動作。而家當背脊貼住地面，就將兩個膝頭帶到去胸前，雙手攬住小腿，從一面輕輕滾動到另外一面，隨意咁活動一下，等背脊嘅肌肉覺得舒適。如果你喜歡，你甚至可以左右前後咁滾動一下，感受一下背脊嘅感覺，俾背脊話俾你聽，你點樣活動佢，佢先覺得最舒服。然後讓身體慢慢靜止落嚟，伸直雙腳，分開，雙腳平放，雙手放喺身旁。如果係覺得合適嘅話，俾手掌心向上，合埋雙眼，將注意力帶到去腳部，慢慢上到去腳拗、小腿、膝頭、大腿、臀部、腹部、胸部、整個背脊、膊頭，再將注意力帶落到去手指、手掌、手腕、前臂、手踭、手臂，上到去膊頭、頸、面部，乃至到頭頂，完全放開一切，感受下整個身體做完呢啲運動，而家嘅感覺係點嘅？留心不同嘅感覺，留心呼吸，吸入，呼出，吸氣帶嚟新鮮嘅養分，呼氣帶走身體唔需要嘅嘢。吸入空氣去到身體每一個部分，然後呼出嚟。留心腹部好似潮水漲退咁，一起一伏，瞓喺度，放開所有嘅思念、回憶，只係覺察呢一刻存在喺呢一度。吸氣，呼氣，每呼出一口氣嘅時候，可以更加放開，更加墜落去地面嗰度，更加進入放鬆、寧靜嘅境界。
喺光碟快要完結嘅時候，你可以恭喜你自己，用咗時間去用心咁培育愛錫自己，去覺察自己嘅身體，加強同埋促進身心嘅彈性同埋痊癒嘅能力，幫助自己去欣賞生命。呢一刻，俾自己安穩咁感受每一刻，瞓喺呢度可以放鬆，同自己喺埋一齊，俾生命一刻一刻咁展示喺眼前，穩妥、平安、自在。準備自己練習呼吸空間嘅時候，可以感受一下此時此刻有意㗎，無論你係坐喺度或者企喺度，都可以讓身體進入一個垂直莊嚴嘅姿勢，讓呢個姿勢嘅轉變提醒自己從不知不覺自動導航嘅狀態回到當下。如果覺得合適嘅話，可以合埋眼，又或者如果你鍾意，亦都可以微微張開雙眼望住地下。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呼吸空間第一步，留心一下呢一刻身心嘅狀態。腦海裏邊有啲咩念頭飄過呢？盡可能留意到念頭只係心嘅活動，甚至可以用言語去描寫一下佢。而家有啲咩情緒喺度嘅呢？留心一下。如果有任何不快嘅情緒，可以轉向面對佢哋，認知佢哋。而家身體嘅感覺又係點嘅呢？可能可以由頭到腳掃描一次，感受一下有冇任何掹緊、收縮嘅感覺。而家進入第二步，溫柔嘅慢慢將注意力轉移到腹部，感受下腹部呼吸嘅感覺，感受下腹部吸入嘅時候脹起，呼出嘅時候落返去嘅感覺。盡可能跟隨住呼吸，全程嘅進入身體，全程嘅離開身體。而如果個心游走咗，亦都可以好溫柔嘅將佢帶返嚟呼吸嗰度。而家第三個步驟，可以容讓注意力從呼吸擴展開去，包括埋整個身體嘅感覺，包括埋身體嘅姿勢、面部嘅表情，整個身體當下嘅感覺。如果你感受到身體有任何唔舒服、拉緊、抗拒嘅感覺，亦都可以試下溫柔㗎，每一次吸入，將氣息送到去身體呢個地方，而呼氣嘅時候，
又可以從呢個地方呼返出嚟。每一次呼氣嘅時候，可能可以讓身體更加放軟、放開。而家盡可能將呢個擴展咗嘅寬闊嘅覺察力帶到去你今日每一刻。